来看2024年诺贝尔物理奖哦，今年是颁予美国科学家霍普菲尔德，甲有 AI 教父称号的加拿大科学家辛顿，这两个人伫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有开创性的发现哦，对 AI 人工智慧发展有正大的贡献。其中的辛顿哦，过去长期是甲 Google 合作，伊去年捌讲出 AI 比核子武器愈危险，互大家印象是正深。 今年91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霍普菲尔德，吹背伫咧迄班今年诺贝尔物理奖了后，伫英国甲普林斯顿师生连线，伊强调人工智慧的发展本身是无问题，不过若失去控制，就互人真担心。 And as a physicist, I'm very unnerved by something which has no control. The worry I have is not AI quite directly, but AI combined with information flow around the globe about everything you would like to know. 伊若互人叫做 AI 教父加深度学习之父的76岁英国的加拿大科学家辛顿，伫吹背得奖了后，伫咧美国加州一间正式的旅馆进行连线采访。本来伊打算去做核子强震的身体检查，也被迫取消。辛顿强调，人工智慧的发展，无论是伫咧帮助人类解决问题、医疗领域等各方面，拢有正明显的帮助。 因故伊共款也正担心，若发展失去控制问题。My worry is that it may also lead to bad things, and in particular, when we get things more intelligent than ourselves, no one really knows whether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control them. 辛顿伫去年离开 Google 了后，捌讲 AI 比核武更加危险，借此来提醒大家，人工智慧领域的研究将会谨慎发展，避免造成伤害。做背伊伫咧得奖了，也预测人工智慧伫咧未来20年就会超过人类。 But quite a few good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sometime in the next 20 years, AI will become more intelligent than us, and we need to think hard about what happens then. 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表示，这两位得奖者自1980年代开始的研究，大幅度推动粒子物理、材料科学、一个天体物理等领域的发展。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重要工具。这个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伫咧面部辨识甲语言翻译这个日常的系统。 但是 AI 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伦理挑战，就要用安全、负责任的方式来运用 AI 技术，并且深思伊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今年颁发物理学奖和机器学习的先驱，也凸显出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到目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已经颁发予225位得奖者。 霍普菲尔德加辛顿将会平分1100万瑞典克朗，换算代票3430万的奖金。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